第五式情緒釋放技巧。情緒釋放技巧係用指尖輕敲自己身體一啲特定嘅地方，用嚟減輕壓力同釋放負面情緒。首先，我哋揾一個安靜嘅地方，舒服咁坐喺穩陣嘅椅子上邊，然後開始輕敲以下9個敲擊點，每個敲擊點每次大概輕敲10秒。並且專注喺你想要釋放嘅情緒上面，講一啲接納自己嘅說話，例如雖然我好唔開心，但我願意學習愛我自己同接納我自己。輕敲嘅位置包括小魚際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轉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頭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眉頭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眼角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眼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人中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下巴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鎖骨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腋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轉邊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完成。